台南市向中央争取的9座的前瞻立体停车场。那今天我们要来动土的是，东区的停一万，在监理站旁边这个停车场是第9座，也就是最后一座我们要来动土的停车场。那这座也是量体最大的停车场。其实我们这里也等于是东区的蛋黄区啦。那因为我们里内的人口结构的话，其实我们有4栋大楼，所以其实车位都是不够的啦。所以这个车辆都还是外溢出来。那加上当然，因为我们这边还有大东夜市啊，或是假日农市，那就是平时，不遇到假日的时候，这个车位一位难求。那说真的，如果今天我们这个立体停车场来顺利的要完成那个这么大的一个容量的话，我想对我们里民因为大家都很引颈盼望，可以有个舒缓的空间呐，那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让我们这么久的这个停车的问题也能够获得一个疏通啦，一个疏通。我们9座的立体停车场的第1座完工的是西门健康停车场，已经在去年已经完工启用。那今年陆陆续续会再完工3座，包含体3的立体停车场、跟水平温的地下停车场、跟青年路的停车场。那我想陆陆续续我们所有的停车场完工之后，我想对于解决我们市区的停车拥挤的问题有很大的帮助。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地方土地是监理站的，然后我们跟监理站合作，那上面把这个立体停车场争取中央的经费跟地方的配合款，总共有将近11亿，是近来最大费用的最大的这个停车场。那总共地上7层，地下1层。那这样的总共可以提供545席的汽车停车位，有856席的机车停车位，那可以让东区的民众停车起来变成很方便但是而且不仅是如此，我们也把台南市的东区的图书馆可以迁移到这边来，那还有许多设施都是值得大家去来使用的。我相信在这个黄金地段、精华地段、蛋黄区来新建一个民众所需要的一个公共设施，我们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不管图书馆、不管停车场，都是在这个地区能够提供都市机能服务这个周边以及来往的民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2月17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针对民众反对9月天然气发电厂要来台南设立议案，副市长叶泽山日前曾经代表市长公开表达，只要民众反对，市府一定甲民意徛做伙，未同意开发。不过因为该公司打算2月23日要开说明会，地方中相当烦恼，会有变数。上午伫议会临时会，议员轮番发言，强烈要求市长答应袂当互因来设厂的立场。9月天然气发电厂打算设厂伫台南市安定甲安南区交界以岸，因为靠近人口密集区，牵涉污染甲公安的威胁，互民众强烈反弹。对此，议员柯昭成嘛提案检查市府，并且表达无同意开发。干上午上议会临时会大会讨论，议员无分哪里，烦恼2月23因伫第一摆环评无通过以后，阁要开说明会，惊开发案只是照程序行，会起死回生，所以一面倒反对，要求市长表态。刚才市长一直在讲说，只要市民不支持你就不会支持那我想现在其实只剩下2个手续，第一个是中央环评，第二个就是市政府的核准。那中央的环评，其实地方的意见也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也希望台南市政府这边要强烈的去表达，这个地区绝对不适合来设立这个发电厂的这个意见带到中央去，带到环评大会去。我想这个部分，请市政府绝对要强烈的表达站在的位置是人口密度最高的整个周遭安南区这跟我们永康区，所以它是非常不适当在那个地方设立啦。市长我要请教你，万不里有一天正经的劳公安事件发生，这个责任什么人要负责？
那个太阳光电你占了3.5吉瓦，占的全国比例多少？立阳胜诉没？目前为止是20吉瓦的3.5，对，意思哦。所以我才跟我们的新的金华局局长，请他到中央去，我们的替代能源，台南市要分配多少？大家要全国各县市来分担，而不是像你，只会把旗鼓将军北门学长的土地拿来种电。我们要的是你给我们一个承诺，你绝对不会同意这样的一个设施设在这个地方。就这么简单，你承诺不了，然后你一直在打嘴炮。没有啊，民意如果反对的话，你不会做；但是如果民意支持，你做不做？会中因为市长态度无明确承诺，互议员无放心，所以不断发言，甚至不满中央修案无先取得地方同意，造成行政甲立法单位的对立。对此，市长强调民意为重，只要议会决议反对，市府就照决议来做。我觉得一个正式的决议更重要。如果将来23号的所谓的说明会，因为大会有个正式的决议，所以我们的代表在这个说明会上的发言，我们有一个依据，就是说我们台南市议会已经正式通过了决议，所以我们不会赞成。有关9威天然气发电厂建盖目前的限制，台南市议会不同意开发。这样可不可以？就现在，因为它的范围也跨到永康跟新市嘛，对不对？那所以就是说，所以请2月23号，即便那个是卖公公营那是行礼如仪的公听会，请林龙川局长，我希望这一件事情不是只有林龙川局长去参加，应该层级要到副市长去参加了哈，确切的表达台南市议会反对的意见。甲立议长正式宣布决议以后，现场33位议员举手通过，强烈表达反对，作为民众的后盾。台南新闻军及林英光采访报道。针对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质疑赖清德摆乌是算假，已经互台南成为乌金故乡的批评。民进党议会党团17号伫临时会结束，所有党团成员有13位共同出席，由干事长蔡小伟所召集的记者会。反对党讲，国民党有嘴讲别人，无嘴讲家己，建议朱立伦军队民进党摆乌条款的脚步来回应社会要求。因为台南市会国民党团的蔡耀辉甲李宗诚开记者会，质疑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摆乌，完全无卡到台南乌金备案的源头，连市党部主委嘛介入市府工程的讲法。17号，民进党团相当团结，有13位议员伫临时会结束，赖当作召开记者会倒头推，批评国民党有嘴讲别人，无嘴讲家己。强调民进党的摆乌已经比法律的标准较悬，国民党敢对着？民进党是用高于法律跟党规定的这个标准来通过所谓我们未来在党公职的排黑提案，只要有参与犯罪组织者、性侵案这个性侵害犯罪者还有儿少性交易者，还有甚至是曾经检诉流氓条例。还有这个排黑等等的条款，只要有经到这个起诉，我们就不能够来担任党职跟竞选公职。我想这是民进党愿意来回应咱的民意。请问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你敢做会到？会当对着咱民进党党主席的脚步无？在野党在的质疑，会不会是在质疑说我们会不会是在玩假的了哈？哪边讲起来？赖主席在担任我们台南市市长的期间，有加节政策确实是雷厉风行，是不是咱在野党家的议员会惊是不是会惊啦加上赖主席的高道德标准，那党内外的这些资深的议员绝对记忆犹深啦那所以是不是会担心民进党的改革成功？那之后安尼来敢唱衰我感觉安尼较不好啦这样的泼黑漆的现象我倒是觉得不以为然民进党
超越各党派甚至法规之上，绝对不允许任何党公职在任何有其他前科的列举前科的情况下有任何接受的空间。我想我们今天这么多议员站出来，就是想要特别表示，民进党团自己的高标准，绝对不允许其他人来抹黑，也不想要参与到这样子的泥巴战。民进党籍议员强调，民进党的改革绝对会堪至社会检验，嘛呼吁国民党对民进党的排污条款勇敢还乌金，临时未审先判，用判乌菜的方式来抹污。有嘴讲别人，无嘴讲家己。要求国民党跟上排黑条款。有嘴讲别人，无嘴讲家己。要求国民党跟上排黑条款。台湾新闻军籍林英光采访报道。第二礼拜暑假将届满76周年的即刻，受难者家属王克雄以化悲愤为力量发表第二本新册，册中收集37篇曾经发表的社论，并记录受难者家属的心情，希望透过因的经历，让社会更加珍惜好不容易才有的民主社会。一页一页记录228受难者为所的心路历程，这是王克雄所发表的新册《化悲愤为力量》，内面收录37篇发表社论，甲医生研究228事件背后加害者的真相。这本册会当互咱看出讲，我是一生安那为了这台湾的代志，我住伫美国常常飞转来。就为这代志来劳烦我写文字吼伫自由时报个等等的这个媒体来发表来提醒咱台湾人咱的民主大家来顾吼就爱大家拍拼。228事件将未满76周年，王克雄是日本头一名台湾籍检察官王永林之子。伊的父亲伫228事件爆发前后，无缘无故互人带走，下落不明。因此，王克雄接受父亲对司法改革、甲维护人权的期待，持续为228真相奔走，使人敬佩。市长王伟棣也特别出席新册发表会。内面有徛一个家属的心内，嘛有徛着一个家属徛起来了后，化悲痛为力量。化悲愤为力量，来站出来为228事件平反所做的努力，这点非常非常的感谢。伫去年9月18日，咱的228纪念馆成立。当然，初创立即马到遮为去年9月到将是2月，差不多5个月，咱阁有真侪的文物，真侪的历史需要阁充实，所以咱。会阁努力。新册发表会所在是台南市228纪念馆，这是台湾民主人权的重要场址，也是见证台湾转型正义的重要里程碑。馆舍的成立也离袂开王克雄，希望后一代会当为伊的经历当中去珍惜甲守护即卖民主甲自由。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台甲台湾上大的布洛克平台皮克邦合作，透过记者会宣布将持续透过网络的力量，共同推广超越台南的观光品牌，嘛号召全民做伙来找找有潜力的店家。台南市是知名的文化古都，更是美食之都。伫今年年假期间，来到台南的游客人次超过10万人。根据全台上大部落格平台皮克邦统计，全站有关台南的文章超过7万篇，过去一天竟累积超过1亿的观看量，主题以景点以及美食上多。我们在过去皮克邦来讲，每一天我们大概有300万，超过300万的不重复的使用者会进来搜寻我们的平台，然后在看里面就会找到他们想要知道的一些旅游跟美食，还有一些其他生活上面的资讯。那这个部分我们整理了所有的大数据之后呢，我们呢就会得到一些很有趣的关于台南里面的一些数据。台南市观光旅游局甲皮克邦合作举办第2届超越台南系列活动，活动将持续到4月底。除了这次创造奖金5000块，更同步推出拍卡抽奖活动。能够身为一个杰出的部落客，我觉得他的视角跟人家是不一样的。
他对于这种观光旅游文化思维也跟人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透过大家的一个发现台南，可以让台南让更多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只要稍微发表一下100家店家，就一下就好多浏览量，很多触及。那往往会有这个遗珠之憾，就是这个台南的店家很多的这个千里马，可是各位这个伯乐常常就给他忽略，常常有遗珠之憾的所以我们今年特别来举办100家之外的这个日收店家的这个潜力店家的发掘活动。观光旅游局这几年来，积极甲自媒体旅游线顶平台业者合作，行出市区既有的热门景点，亲自发现奖励店家，举办为其创造曝光，提升网络声量以外，更爱互大家看到无同款的台南。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中苏电子唱机产业出名的柯文哲开5档的时间所打造的流声博物馆，收藏900架流声机，都要成为全台湾第一座要留条声音的博物馆，包括大家来体验音乐、产业文化甲工艺术。你敢有听过这款声音？1877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改变声音保存的方式，为了让声音被看见，徐文定开5档的时间，成立全台湾第一座留条过去声音的博物馆。透过一台一台经典的留声机展出，甲开留声文化200多来历史演进。我们的博物馆成立的宗旨是推广留声文化。那常设展的名称叫做“留声漫步，窥见百年时光”。我们的典藏有来自世界各国以及台湾的藏品，带领大家回溯到200多年前，探索音乐盒、留声机、电子唱机不同年代的机器记录跟回放的秘密。那不仅可以看到声音，那也看到了100年来留声跟人类之间的一些相遇的一些故事。文田音乐文化选择伫府城创立博物馆，期间竟是前往欧洲、日本等所在了解相关的展示方式。这摆开幕第1档的展览，就展出200多来无同的唱机工艺甲留声文物，相当难能可贵。展示了3台我们的镇馆之宝。那旁边的这2台呢，它是双喇叭还有3喇叭的一个留声机的设计。那其实这种设计是非常少见的，以前都是在舞厅等等的娱乐场所去做使用。那它会做多个喇叭的设计呢，主要是因为喇叭它在读取音讯的时候会有一些时间差，那这个时间差就会让它有一种立体声环境音的一个音效。这个历史文化甲科学知识分享，在台湾应该的现代社会当中，确实是一件有启发嘛使人感动的代志。台湾新闻军籍何秋芳采访报道。台湾面临少子化危机，加上疫情的冲击，去年新生儿出生率再创新低。为了鼓舞大家生囝，嘛避免成为未生问题。台湾妇幼病院呼吁想要生囝的夫妻一定要提早评估检查，同时伊嘛提供捐卵的服务，来满足个人产妇完成有新的梦想。生囝是夫妻2个人的代志，若想要增加自然有新的几率，一定要做伙努力。对此，台湾妇幼病院气功婴儿中心钟明婷主任强调，白生的原因真多，已经不是单纯年纪，包括子宫的环境，甚至牵涉规身躯的免疫系统等等，相当复杂。所以，只要翁某想要生囝，一定要提早检查评估。因为常常有一些妇女的疾病是没办法，不会表现出一些临床症状的，好像有时候一些肌瘤啦，或者甚至有时候有一些披菌的感染，它会造成输卵管的阻塞这一块。那另外还有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的，有一些免疫性的问题啊等等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进入检查，或是没有真正的去试，或真正的进入试管疗程，我们是不知道答案的。所以可能还是呼吁啦，年轻的朋友还是要尽早进入检查。
另外，针对高龄产妇或是未生翁仔某来讲，接受别人关精卵子，嘛是得到幸福希望。所以，大安妇幼病院提供捐卵服务。医生强调，现在政府的法令已经相当的周全，唔免烦恼纠纷。有一些其实很多40几岁还在努力的妇女，其实她们没办法去接受这个观念啊，没办法接受捐卵观。但是，其实就像我们其实民法里面也还提到，所谓生的儿子就是所从出者。那这个其实只要好好的去养他，好好的去教育他，后续他还是会觉得，这个妈妈还是非常养的妈妈还是很好。更何况，受卵者所生出来的小孩子有一半是先生的基因，也不是完全是领养的。所以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对于这些年纪大的妇女来说，还是很不错的选择。毕竟生囝是一个身体状况加时间走相略的过程，偏偏有可能未生困境，才当欢喜迎接小生命。但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现代人生活压力大，需要放松一下。伫高雄有业者推出相当疗愈的触溶毯加流体画，不但当设计出独一无二的样式，嘛当甲生活结合，成为厝内真特别的装饰品。触溶枪在木框上哒哒作响，一根根的毛线就这样穿透在布料上。这是近来流行的触溶毯手作，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图案打上草稿。再利用触溶枪以及不同颜色的毛线为草稿填上色彩。一开始是描绘完之后就是开始打轮框，轮框打完了之后就会开始填色，填中间的空洞色。填完之后我们就把它剪下来，剪下来之后呢，我们会开始修边，然后把布边包进去，之后上胶，然后我们会再盖一个就是止滑垫，差不多这样就完成了。然后完成之后呢，我们就会放在桌上。做最后剃毛的动作，我觉得它难易度不高，因为其实来这边的客人，我们都一定会一步一步的步骤教他们。比如说，他们画完图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先到后方那一块，我们会先教他怎么使用枪，然后一些基本的安全守则都要遵守。这处位在古城的手作空间，教室内可以选择的手作课程，除了触溶毯之外，流体画也是另一大亮点。从当作摆饰的玩偶熊、吊饰，再到实用性十足的时钟，都是流体画挥洒色彩的特殊画布。我到了。顾客可以从颜色搭配开始，客制出自己想要的颜色，利用交零的动作做出不同的线条，更因为每一个人调出的色彩以及动作力道不一，造就出每一个作品的独一无二。你选择要做的品项就是玩偶或者画，然后选择完之后，就是这边会挑颜料，你的作品想要呈现出来的颜色，大概会让你挑3到4种去做搭配，然后颜色挑完之后会教你怎么去堆叠那个颜料，之后就是淋在你的作品上面。淋完之后，那如果你是作画的话，会再教你把那个颜料如何成型到你想要的图案上。对，那个把它颜料倒出去的方式，它的独特性基本上每一只都是最独一无二的，所以你每一只自己做出来的熊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只，它不会有第二只，它只会有颜色相近的，但是线条上什么的那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手作触溶毯或是流体画创作，都吸引不少年轻朋友或是亲子一起上门发挥创意，不但能够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也有不少顾客将这2样手工艺品作为送礼的首选。这个年龄层其实都拉得很开的，大概都是青少年会比较有兴趣，但是也有一些30、40岁的觉得带自己的儿子之类的来这边一起来玩，他也觉得这是一种很棒的体验。我觉得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大部分都还是看着别人做了一件事情，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很有趣，然后没有做过，然后觉得想尝试看看。我觉得另外一部分的人是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很疗愈的。那小朋友一开始会对于这个枪很抗拒，因为它反作用力其实蛮大的，然后这支枪其实有1.5公斤那么重，所以大部分的话我们会希望家长全程陪同，因为如果小朋友在中途不行的话，就是会有爸妈接手这样子。可是长辈的话，其实相对，因为他也是大人，所以他们也不会觉得好像特别不能够接受这个，好像很难打之类。其实有些他们打得还蛮好的。现代人工作压力大，
在办公室摆上疗愈小物已经不稀奇。走进教室，自己手做出绒毯，或是做出属于自己个人色彩的流体画，已经成为疗愈心灵的新选择。同时还能够跟生活用品结合，为居家摆饰增添更多色彩。记者周福庆、刘伟婷高雄报道。感谢收看2月17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